知影这世间有啥款的无奈，是命的意义，又搁有啥款的期待？天顶的月亮，好比妈妈一梦来，袂困念我，袂困情意到天光。人风本是妈祖的囡仔，我会勇敢，啥物拢不惊。你的保庇阮万般啊大，我若大，会予你好命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有勇敢，啥物拢不惊。对你的思念，伊敢有在听？我会叫妈祖谢谢邝泽东。你终于找到了，我们告诉你说，声音出来，我们要的是自然的东东。你的功力根本不需要你特别去营造气氛，你只要你自然的唱，你主人唱出来，你唱出来的，我们就觉得哇天哪，你的金声就碎耶，我觉得非常不错。我喜欢现在东东的声音，现在的你，哦。东东呢？老师好。东东越来越有诠释歌词的能力。就说你之前你有很多属于你很厉害的招，但是你通常会音乐归音乐，歌词归歌词。那你现在慢慢的已经用你的招数，你用你的一些演唱的技术，你的基础，然后你可以把歌词的意义透过你的歌声把它表达出来，然后描绘出一些画面。我觉得这是你进步的地方。好，那我现在觉得你现在已经越来越自在，然后能够比较大方的去把一些你想要表达的东西，透过歌词的轻重音把它表达出来，这是你进步很多的地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